Hi，我係二玲，今日煲淮山栗子雞腳湯。依家去街市買煲湯材料先。秋冬栗子當造啊，最啱就用嚟煲栗子湯噶啦。材料有栗子、紅棗、薑片、豬尾骨、雞腳、淮山、紅蘿蔔、粟米。豬骨雞腳凍水落鑊出水，出完水之後洗乾淨備用。水滾咗之後，全部材料擺入去，大火煮滾佢，轉細火煲佢1個鐘。煲好之後落少少鹽調味，唔落都得嘅。呢款湯水呢，加咗雞腳、栗子，非常之好飲。栗子煲湯真係好香啊！呢排天氣咁凍，飲一碗熱辣辣嘅湯，成個人都暖粒粒啊！我哋下期見啦〜